光啲嘅。我冇諗過自己走得晒啦。你的帽子可能要拿掉，我的臉太黑了。不会吧，还可以吧。没想过自己跑得完，然后很痛，基本上走了20多公里。因为看完 Goodman 15、16公里的时候，看到他之后我叫他快点跑，因为我知道那时候已经不行了，我已经开始痛了，给他不要再往你走，你走。然後我就開始走20多公里，好痛啊！即係咧，左腳抽筋抽完抽右邊，咁我break 住成個身體行嘅，然後咧唔知點解佢又流血啊！咁就係咁啦。我明年再會走㗎，一定會再走㗎。用咗幾多時間？比我想象中好，我預咗係6粒鐘幾㗎，結果係5粒鐘45分鐘咁樣。原來走都可以咁，行都可以咁快。好啦，就係咁啦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